各位係鄭順文同大家睇天氣。今日下晝都幾曬下，不過個天呢就唔算清，部分地區有煙霞。朝早尖沙咀嘅能見度曾經唔夠5000米，睇下衛星雲圖啊。華南沿岸呢係冇乜雲㗎，今日普遍晴朗，因為一道高壓脊覆蓋中國東南部。不過留意下等壓線啦，我哋係受到一股偏東氣流所影響㗎。今日係吹和緩嘅東風，不過過2日就會俾北風取代。見到華北嘅氣壓呢係正在上升㗎，同佢相關嘅冷空氣正係逐漸咁向南擴展。天文台錄得氣温介乎15.9至21度，相對濕度喺53%至82%之間。而家呢就係19度，相對濕度62%。跟住睇下天氣先生嘅預測。預測係大致天晴，大部分地區會有煙霞。聽日稍後漸轉多雲，氣温方面呢介乎17至到22度，吹和緩偏東風。聽日稍後風勢會逐漸增強，而到咗聖誕嗰日呢就會明顯凍啲啦，咁跌到落13度。咁之後嗰2日呢最低係11度添。環保署預測空氣污染水平係中等至到甚高，而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就係4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跟住睇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。北京天晴，上海有雪，成都有雨，廈門同埋廣州多雲。澳門有薄霧，台北同馬尼拉有驟雨，首爾同東京係天晴。胡志明市有薄霧，曼谷有霧，吉隆坡同新加坡有雷暴，孟買多雲。雅加達有雷暴，悉尼同奧克蘭有驟雨，墨爾本天晴，布里斯班有雨。洛杉磯、三藩市、紐約同埋多倫多都係多雲，溫哥華有雨。倫敦同蘇黎世多雲，巴黎有雪，法蘭克福同阿姆斯特丹係有雨。天氣報告完啦，拜拜。